係。點解你哋唔上個 post 去睇下個日子因為咧？寫得好清楚。post 我唔知你錄影嘅時間日期喺邊度㗎？唔係就喺個片嘅右下角嗰個片咧，嗰個日期可能我做參考，唔準㗎。唔係，我就係睇個時間啫嘛。嗱，你知唔知咧？而家所有科技先做我任何短片、相片，我都可以將我件衫換咗，將日期時間轉咗。嗱，我話俾阿侯女士聽，而家科技好先進㗎啦。唔係，我會做參考，我會做參考。不過，既然侯女士你真係抽個時間落嚟啦，我咪問你，將你嗰個時間，咪將我哋調查嗰個進度加快佢嘛？日期時間你逐日同我講啦。你記得到得。有兩個途徑，首先一個你就可以睇個 post 係最詳盡。第二個係我而家就俾緊你，我而家就俾緊你。咁如果你話一個月之內係咪？唔係，你記得到嘅，你俾幾多日俾我得？但係我擔心侯女士，你記唔記得到？你記得到，你俾晒我咯。你俾翻過往1年又好2年都得㗎，冇問題㗎。首先咧，過往有幾多日嘅話 ，post 係非常清楚，我寫得好清楚。我知道，我明你想講乜。第二個就係最近期嘅8月16號。係8月16號。但係個時間咧，我要翻去自己睇條片先至知。但係如果你自己可以上網嘅，你都可以自己睇。個地點喺邊度？